我是讲不了啊。这五行叫五力，五力係咩啊？本是心力、精力、念力、定力、甲慧力。睇下我講淡薄，一個善度要吃個了未？你看頭頭人善，唔使講啊！家我是唔是會上啦？我是這裡麥根嘅人啦，啊，對吧？講啦，我做任務講頭下面啦，有老人相信，特別老人嚟相信啊，再無啊，安尼這人嚟找我，哪咪說？我阿爸破命啦，啊！我睇這個主要啊，佢食了就好。你想安尼這人啊，一半會好。嗰個好是蝦米啊？頭一條啊，食了無好嘅個毆打嘅。好嘅人啊，呀，睡覺睡好。你是心力。人家心力的人啊，你叫人家骨力啦，你講佢幾邊出邊啊？哇，好啊，然後一拖啦，一大啲800人來啊，心力。睇下就我講，你聽正一個故事，我親身入講。故事就真正啊，我真正嘅點聲，老人真正這人也未出事啊，這個罕見病 syphilis 真正濟。無penicillin通醫，人總是蝦米啊？人總是活藥啦，了無拍針無蝦米，然後一起叫做secondary syphilis，secondary syphilis 啊，一起較深了，過了一兩年，伊attack嚟吹，了伊就 Davis， 即個靈骨會吹，後嚟歹家正嘅通食嘅，伊叫Davis dorsalis paralyzed， and then 一個人大啲骨，一個老棍處，我咪講到老棍處，雖然未行，and 老棍未醫，and 蝦米事？無一個藥，and 無這安怎做？伊個掂一個門窗，本來無親情愛伊，伊人大啲老棍處門口，可以大一個房嘅門窗，安尼可以去大。and then 有一日，我人啲大橋老棍處。大嘅病人，我人就tukar baju，了一看哇，今日大人穿新衫，了頭殼凸個另外較光，了咪講，財話，安怎今日人做個安尼流熱？個人鋪嘅 director 要來啊，大老官要來啊，個人鋪大老官要來啊，了咱唔知咱照講，你知故事阿毛人即係做 director。Ini director siapa? Xiao Lengkenya. Ini kami suruh isi ya orang putih. Lalu nasi kelengar si tenglang. Lu jos di cap ni, sa cap ni lu kun lu si kau cok AMO. MO cannot. MO ni orang putih baru boleh bikin MO. So cile lang aja cok ya. 他聽完阿冇來，了我人就帶去行啦，食了到個只門口嘅時，這個長人啊未行起來。個大隻狗，打得斷，嚇！阿伯冇大隻狗嘅人，但我講聽下，這真是安尼啷個啊？斷！我聽人講，你是斷馬來亞是 number one 嘅老官，你 must be number one 第一狗嘅人。我呢大隻老官就安尼久啊，未叮當未行。你大人寫淡薄藥好啊，好無？然後你知喎，伊大佬滾出了伊這紙阿毛叫講解釋啦，像個一本嘅 dictionary 安尼教。所以阿毛看紙，哈咪好藥都好醫了啊！這個人是未好啊，來講斷tulis lah sikit ubat. Dan isi咩啊 ？Distill water。自己食3刀1刀食2頭姜，你 still 我都有人知喎，電水啊，河水啊，你啊，我人食啦，我人唔敢笑啦，但係鬼啦，我人特人笑啦，因為拖咧就老公比較好，就是係電水啦，河水啊，自己食3刀1刀食2頭姜，
咱这大就害了，你老头讲的河水有时电水无就烧啊，没得无啊，填河水啦，太习惯啦，就烧啊得就可以食。食了一礼拜，伊讲财务，还没又来啊？电水啊！唔怪我真是啊，伊行了啊，规身行成了电啊呢。这是叫心力了，知无 ？And then 啊，伊就车到电水啊，马仔伊爬起来，徛伫咧门窗啊，突时晕啊，骹袂徛，伊本晕甲会徛，伊唔敢放个手会扑落去，伊晕了。要让互人听，你看我徛了啊，这电水真正有力啊！这个就是我讲这条故事互人听，信力是力。俺真正济人啊，妥啦！就头讲话，我真正坎坷啦，就人。And then 伊个好个干嘛，suddenly 浮起来，啊，攞去接入就头讲真正声啦，信力真正强啊！所以到这边为止 ，sorry 过点声。这里我讲无了，这礼拜日我才听这个37个作品，听了真正咧 very interesting 嘅啫。所以到这边咱来回想嗬。沙，有波伊有波色。今日我刷落去，今日我讲嘅，因为这个阿苏罗王，教佛啲讲话。And then 你知唔知阿苏罗王伊是名巴哈拉达，伊大啲海阿苏罗。And then บูดามวยของปาฮาราดารู้จำตัวที่จะเลยให้รู้ลังอาสุโลที่ใจสิควาจะเลยให้ที่ตาโลอันนี้ตาโลโฮรู้ลังจะสุกะอันจำตัวที่จะเลยให้อุ้ยแล้วอีกองตัวที่จะเลยให้อุ้ย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เปะหังเลยโฮแล้วว่าหลังจะอาสุโลองว่าหลังอาสุโลจินจะสุกะตัวที่ให้ and then กุยแล้วเอาอีมวยหุดเซจุนแล้วรู้เก่งนี่รู้ตะกุยที่กาจะเลยหุดขวัดอันจ้องเลยคุยเสียงลองจ้องก็จะหุดอยู่ลองจ้องเราจ้าตุยเทียเราจ้าก็จะเลยเก่งจิตตลกโห and then หุดจะเทียเสียงก็อีดับอินหุดอีที่กองอีโอโลกองจะเลยเสียตัวให้อันจ้องโหหุดอย่างอันนี้อีว่าไหลทวนเอกแล้วจะไหลกองจะเลยหุดขวัดอันจ้องอันนี้โห所以你叫我你人嚟俾叫我點我個講淡薄正啲禮拜講咧，巴拉達講你知無？即個我人阿蘇羅真係蘇格，即個海因為即個海慢落伊無講一下來個海見啦，噗一滴落去，一下安尼침落去無，แล้วบุดาตับเอง講巴拉達。我人嘅活法本是安尼樣，你看我嘅家是我教我嘅回想，還是教我這個在家人，這個叫做有報伊有報色。伊人對咧，伊人慢直進步，你若是對教育，你看你升直慢，直無，你貪心直無，未來你貪一個羅漢、二個羅漢、三個羅漢，在家人本會貪，回想本會貪。所以頭一項，第二項你看，伊講你知無？你啲講你大啲海啊，即個水啊，伊真正怪海嘅水啊，水苦伊定就搞個大陸，水鹽伊定就搞大陸，伊無講走過界。了我嘅活法本是想，你看我嘅回想，伊人安尼，我若是互伊人一個紀律，講你袂使做安尼，我嘅回想無做。你會使做安尼，互你伊人敢做，所以你看我人不是對安尼。第三項你講伊講你看我人佛法，像一個大啲海啊，你講你海無接受一個死人嘅上句，也是死豬，也是死鳥，你人看搭個海，直殺一出，放啲海邊。我人嘅這佛法本是上，若是講有誒做回想了亂做。做唔到，我人殺伊出，唔是無人講伊是佛正嘅人。所以第四項證據我有講，你看，這個
死的捧杀王派、婆罗门派，也是讲这个做生意大富人的派，也是个做古理这多西多这牙肚头这巧的派，这个叫做 gas system， 啥讲蒙杀。我的佛法，若是讲你无论讲你做王，也是无论讲你是伫扫街路的人，你若是入我山卡呢，入了穿了家私。你的王的职分无，伊会讲做一个初工的，甲了分无，拢总常入穿了家私，本是讲啊，啥讲死的这个梦沙的咧无去了。了第五项讲，你会记啊？你看你讲，若是讲这个世界安怎落雨，真正一雨水落伫这海。了，拢总世界的港、大港、中港、小港，拢总流入去大海。这个海袂讲一水淹水起来，无，定安怎这水大伫天顶落来，分落这个海，佫是伫原在。这边我的回想，我就讲你听，这个就是，你看我的回想，也是个在家人，伊人拢总。节贤布施受戒，甲节贤，甲未来节甲教育，你人赚得到这个罗汉节，偌济million的人入这个立团无讲满甲无位的立团，无讲袂使来了，拢总上济人了，无，安怎样偌济人、偌济众生赚了这个四果罗汉。跳出苦海，立团个原在，个是安尼想象。咱第六项，你讲你海水拢总甲了是有一项的滋味，那滋味是咸。我这边我假使若是达人对，本是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我顶礼拜讲，像甲放生呢。特别这句话放生，我是讲等人话我讲了较无虾米咬。Actually 唔是正式放生，啥讲脱离苦了，啥讲一个人靠古经出来了 ，freedom 了，所以我是一个人来是这个我人这边，达人来听经来虾米啊？是要脱离这个苦，脱离这个苦就是讲入立团，永远无苦了。了第七项我伊有讲。你讲瑞这大海啊，内面有虾米宝、金泉不连银，拢总甲了糟糕。我这边佛法，这边我人这佛的家事，本有真正济项，这边我伫讲到半段了，点声到，是顶礼拜。我有讲到底这边啊佛法的位，有了这37项。是正实，是真正大的宝箱，甲你的海讲有了金泉不连。我人这边有37项的宝，这个37项的宝，咱当人话是叫37个道品。这个道品正合顶个礼拜我有讲头一项4项，这4项就是叫做这个正念，念虾米？心念思念处啊，唔是正念，思念处 mindfulness 思念处，思念处係咩啊？心念處、修念處、心念處、甲法念處。這個4項人若是會點點關蝦米心，關上句，再講上句啲旁起，再講上句啲塔落旁起塔落 ，and then 感覺有，伊再講啊，睇下我嘅感覺。真正爽的感覺，他聽若是講人熱艱苦，講哎呀，我睇下的感覺是真正苦的感覺，伊會關伊的感覺。這第2項叫做修念處，心念處伊會曉關伊的心。你看伊的心走來走去，萬一句你看你一點點，還沒想入來了，伊會看到，伊會掠到。安尼本是一個人是想一好的寶安尼，人會曉看到這個物件，就是講伊知無常。了第4項是法念處，法念處啊，伊會看萬一句伊的心，你看伊的心好好，萬一句去分大間，他免去骨力心，他免去眼食的心，貪、嗔、痴、性地、妄想，第一，甲了伊看到，這個叫做法念處。
所以这个叫做四念处，这个是宝来。那是这个四念处，你人那是点点关，结尾你是得到立团的人，你跳出苦海的人，这是头一个四项。第二个四项，我前顶个礼拜有讲四个清净，清净是四个 effort， 骨力这是四项。渐渐要搞这个心，唔通好一日甲暗渐渐无去垃圾的物件。虾米是垃圾的物件？贪心啦、大一啦、性地啦、妄想啦，无惊天无惊地，这个到了渐渐要观看，若是有起的时，故意唔通起较大大；啊，未起的时，故唔通互伊起。了对好的呢，有当时你直直故了人直直清气。你边身边自卑的心，你过这个自卑甲三拜，这自卑唔通走，这个就是叫做四个清净。落来我阁有讲四个如意足，这个如意足会记得顶礼拜我有讲啊，我这如意足是啥物啊？正是四项，像个武剑安尼，咱要去一个所在。咱要有武剑，危险的所在有武剑，像我要一把，我要有把人，我有刀，还是我有枪，若是讲禽兽虾米来，我拍，我虾米，所以这个就是讲死的这个叫做武剑，互咱结尾会拍到赢虾米？咱今日来出世的世间，咱今日来听经，今日来布施受戒节善，是对虾米一项？要挂这个我，这个我见我，所以去知啊，这个四个叫做道，这个四个是叫做这个这四项我叫做四个如意足，是四个武剑，会拍到这个我见，会叫我这个我讲这个我见有四项，爱会如意足，这个爱无像甲人贪。贪甲爱无相，贪是讲我袂，爱是无相，爱是啥物啊？我不得要，我爱食饭，莫互不得要。啊无话较明，啊无话讲啊，这个两项，一项是 I want， 我袂；一项是 I need， 我欠用一个，所以。今日若是讲，逐人会晓分别这个两项爱甲我欠用，这个就是讲我欠用呢，真的，这个是爱的如意足。逐人就要爱啥物啊？爱要来堪要做好，因为啥物事惊讲唔通出世了，去出世落地狱，禽兽恶鬼也是咯。这个物件唔是讲爱。若是讲我莫去地狱，你人袂使讲我是贪心，我是欠用爱做好啊，莫落地狱，安尼莫受苦。所以这个就是真的爱的如意足，爱来拼，爱来做好。所以第二项是 really 啊，真的如意足，爱骨力，爱直直做。无论虾米物件来打hand我讲，免去节善啊，免去听经，你安怎打hand我本要直直去，直直 go forward， 就是讲啊，伊这个真，伊个骨力心，人若是有这个真，物件要来阻碍啊，魔要来炸伊，袂炸。顶礼拜我有讲，上一个关公的过五关，有了这个四项，一关一关伊拍过。第三项伊叫心的如意足，这心的如意足就是心渐渐爱想啥物啊？哎呀，今日我来出世做人，今日我有福气通听清气的经，今日我应该就要来拼。若是讲别日我来出世，无正经来听，无会上来跳我听，然后我来出世叫做outside沙山啊，无佛经了。我要来做好，袂通做好；我要跳出苦海，袂通跳出。所以不得讲是对沙山啊，有了这佛经通听，你人若是对，早甲晚你人是跳出这个苦海的人。所以你看节贤的暗大伫这位病人，真正济人你看12月你人去看，拢总伫受戒节贤、受戒节贤、行善。去知伊人毋是戆人，伊人毋是讲袂晓去看伊，袂晓去跳舞，袂晓去
去倒落主佚佗，因为伊人知讲摕这个机会，今日有使到来去加这些，含咩来去拼。我听讲一帮我一日你看，Dr. 有学讲，你人若是无钱通来收戒，一日3块来收戒啲这些的暗，唔使钱伊人互你，因为他那真正济有的人听了热心，互这个暗这些的暗，伊人互钱讲。伊叫讲 Yogis Fund， 最若是要来学这些了无钱 ，especially 读册囡仔12月 ，instead of 去倒落佚佗，来去学这些，这个就是讲真正大的搞的人，这个就是叫做心如意足，想点点想爱跳出苦海，这个就是搞。今日老人若是买来做好，唔拄好，即时死了，噗去出事百位。出事百位啥讲？你出事百位了，过到对来出事做人，你要来听经，佛教的点声的失败，无经通听了，无经通听了，无听到人去参唔到人，参唔到人了乱做了去到落落地极，落地极落呀，水8,000年你大显明，过一个佛要来，米个佛要来，你大啲地极，你叫天叫地，这边大啲世间。弥勒佛的讲经，你大啲地狱的受苦，这就是讲搭未赴火车。到搭未赴火车了，不要紧啦，我八顶啊，你听好一条经啊，不得有吃。after 弥勒佛去了来讲经了，去了立团 ，and going to be a long period 无佛来。真正 after 弥勒佛离开世间了，入立团了。真正久的大劫无佛来，无佛来啊！占掉地狱、恶鬼、禽兽、阿修罗，一般是噗出世做人，and then 过路起加路，所以今日啊，咱要写字啊，唔通 miss the train。啊，莫话讲，唔通讲。火车3点半要行，你要去3点58，你才要去火车头啊！你莫就看咩3点去了，天台半点钟坐稳，这就是我教老人。所以你听我的经，我点特别教老人，唔通抢时间。这第3项、第4项 ，remangsa 是啥物啊？关注伊足，爱关啥物啊？咦呀！我听讲地狱真正苦，你老人坐船的时，你人看。有到 certain station， 有到甲一半的坎站，伊听上甲真正听。我叫会点声，我安怎关啦？哎呀，上甲哇一个人啊，杀去这个 operation theater， 你知无开挂的房。and then 啊，伊无好微分了，伊夹鼓啊，直鼓来卡了 ，click。哎哟，哇，你来鼓啊呢？sampai 目又流。sampai 手定，安尼去听迄点声，家己的关的心浮起来，是安怎的？这个阁是大伫世间的听咯。你若是地狱的听，我听武大讲啊，1900的安尼会听。所以你来看安尼物件，看了是真正冒险的。若是讲咱落地狱，你人看啦，碰着滚水尔，你人好了。特别你知无？若是出事伫地狱啊！你看，你人听我有一本册，我叫 Moral Causation。你看咧一本册，伊无逐日伫拍啦，and then 好一日送家生日，伊去互一个潮州人听我咧告诉我有写伫咧咧蓝的册。出事呢，大伫咧顶木镜伫写杀番主安尼，杀。and 香槟地狱会有水滚啊，嗰是叫做真正 very high degree， 吧？你才会准会滴滚啊呢？咱这边啊，几粒年会滚啊，噗，香槟啊是真正大市场，所以大地狱啊，你看有的地狱的人啊，开嘴火出来，香菇火出来，因为虾米啥热滚啊，你动着伊，你本是就疼了，所以这个啊爱观看。正地狱的苦，你人这31年我有讲啊，地狱你人听好看，莫搞滚啊！若是讲未晓走是惨的事，所以渐爱关这个物件。
落来顶礼拜我有讲到到这边我了了，我知我有讲啊，这个有了这个四个如意种，爱铺起来5个根 ，Indriyas， 这个根是啥物啊？像你头一个根啊，你心力有了。你相信有了，相信一头头是出根，像你摕一个绿豆你去栽，头头一出根，啊，出根了把你才出长。所以这个物件头一个我有讲信根，相信的根，相信的根啊，他那伊相信的根过了后，伊慢慢过去啊，骨力的根，这骨力的根伊叫真根。第三念经，伊渐渐mindful，渐渐知，伊行伊知，伊坐伊知，伊伸手伊知，动着灵伊知，所以这叫做念的经。然后这就是伊正念，伊念就是有了，伊爱入定，叫做定的经。定的经啥物啊？伊习相无了。你看伊伫管啥物物件，伊来看咧，把刀碰起塔路，碰起塔路。甲达无看着我行，甲达看着巴肚碰叫，这个就是讲有三马里的根了地位的根，地位的根达达过伊家己浮起来，点无点一看，起了无了，落了无了，起了了无落了，安尼讲无永远的，我伫想讲这个喘气。上这个喘气之身啊，起是一项，落是一项，伊看慢慢长。这个讲伊地位的根有，伊看着无永远啦。And then 这个5项的根啊，你人直直过，这个根变做力，所以这边叫做5个力。And 这个5个力，你看头一项本是上，但嘛心根，他那这个根变做心力，and 这个心力无上。心经会点啥？一个人伊听到经了，伊相信了，伊经直直大，直直用，哦，伊爱保持了。听讲受戒好，伊爱受戒了。听讲戒善好，伊讲好啦，我来去找人先生来教戒善。啊，伊无怕插，所以教佛经的再来这边啊，逐个 lady 西都爱讲。安尼看你心经的点啥？伊去找的戒善叫做synthetic bhavana。synthetic bhavana 是啥物啊？有人教戒善就好啦，我去听。所以有时爱去学较唔对的路，唔对的路，还没属于属教这唔对的路，较赢了。伊想讲啊，较赢，伊讲较赢了袂要紧啦，佢哋上到伊人戒善啊，暗啲教的较上坎坷，要看这个，要看你要管这，要管你坎坷，所以意思，保持受戒，然伊善，凊彩虾米善，伊本接受 ，and then 伊爱念经，所以这个4项，伊就是心经的点啥有，特别心力的点啥。伊气较强了，伊会心啊，佛教的点啥，伊吐死病。and then 伊要紧啊，伊要紧正了。咦，这个唔是佛的家事，我买，我为佛的家事，佛正家。了安怎这个药，我要知，伊要问要知。and then 伊气哭较深，上个回烧那是伊气真啊深，伊叫做这心力太强了。伊念这个好的物件，伊要买了。因讲好的物件本是上个。白死伊，所以有的人一回烧，伊渐渐嘛爱走来走去，啥物事啊？伊走去倒落，伊要去坐善，人捌伊的所在，伊要去坐善。因为啥物事？伊心力太强，伊看到是啦，我住伫这边，槟榔，搭对我食好，搭日我家西人互我，因为今日有的人互我一条家西啊，你看。食有食好，食甲袂了，清本袂了，大本爽。and then 若是破病了，你看啦，泡酸、后酸、大咪酸、东酸、西咪酸，啊咯，真正爽，真正好，唔通走，大这边久。好的物件，伊看就惊，伊惊甲好的物件，因为这个物件白路掉了，你的目的是要跳出苦海。你直直调甲这个4项，这清大甲这个药真正高热，
安尼伊本要放迄个即个物件，即个就是讲伊心力强了。了，你人若是住伫厝内在家人，本是想，我即个无通食，我无汤我无食饭，即个我无肉我无食饭，即我无牛奶我无食饭。伊即个就是讲，伊着白，安尼到甲尾来，伊听了明白，伊心筋变心力。伊讲啊，见严的物件就要放，见暑假的物件就爱写迄个，无写迄个，真正坎坷成功。按佛教的点声你看，伊若是古时无食无汤，伊袂食饭；佛教的是无汤伊本食，无肉伊本食，青菜食。安咱伊逐个爱对，青菜食，青菜大，青菜困。这个是啥物啊？到伊安尼款的人，你叫伊来修八关斋。伊会修得真正久，真正庄严。有的人来修八关斋，佫无啥物烧青菜，伊个青菜放真正济项，特别嘴爱讲话，佫 still 有伫流热啦。一月日一到我拄着咧教领伊啊呐，你本来啊一月日一到我才拄着你咧坐落去拍鼓，好无十久安尼安尼顺乖无歹无，有咧本是无放了。今日来修行，干了要放，像个主妇无人，你看咱200-300人，你做啥？你一人做苦骨，安尼就是讲你心力真正强。第二就叫做筋力、骨力啊！你知无啊？逐人啊，伊无够甲这个坎站啊，伊的骨力是骨力，特别有一个先生伫教伊后面，迄先生是啥物啊？迄个 master 是分大筋。了，我看真正一人，我要坐仙，我要坐仙。了，你甲伊讲啊，你一个坐仙偌久，我来坐落去，等咗1点钟的，无1点钟我无去。特别有的人啊，伊也未到这个坎站，我要坐仙，伊人讲就要坐落去1点钟，1点钟坐，1点钟行，1点钟坐，1点钟行，伊坐到坐落去3个字、6个字，10。伊家己发咧声，昨暝我困上晚，无够困，堪要困淡薄，困了才起来坐，困落去3点钟。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伊个 master 是分大筋个有伫个，特别人若是讲到甲意思叫做这个叫做筋力，佛教的点声无了，伊每1点钟就1点钟，伊开目睭看。减2个字，伊本无起来，佮冚一目睭佮坐，按这个关系，我要1点钟就是1点钟，我要1点钟半，伊1点钟半。按你要看伊力有伫无？你看伊这个叫做筋力有伫有强无强？你看伊困无够4点钟，上加5点钟，伊到了。古时伊会困到8点钟，看下4-5点钟。所以你看有的人坐仙，结尾伊讲。是安怎？即帮我坐仙了，我搭过半暝哦，半暝我就起，半暝我就起啊。特别起了有仙无？伊讲无仙的，无。that means 伊加减伊有个心力有了。所以你看有个人啊，坐仙了煞边无虾米会困，特别无虾米会困，伊爬起来伊爱坐，这个就是讲伊心力直浮起来了。所以伊逐个叫咩啊？伊占个困本是少4-5点钟。And then 伊爱点的所在，来你看啦，到路在拍路拍过啊，你知无？你人住伫厝是坐点，那是门口过啦，边啊梆梆梆梆梆梆，逐人入起来看啊。了有当时教员本来我都甲电话，噗要走来看新谣，逐项特别这个啊，这乱的所在伊卖，伊点要找点的所在 ，and then。你来讲行来去充电去坐仙，讲行来去。平常时行鬼，他哪一条无行 ？Fearless, bold and firm， 实甲在，一点点爱拼坐仙家己一人。这个就是讲，伊会到甲一个 stage， 就是心力真正强。佮落来，伊念，伊 mindfulness， 伊 mindfulness 啊，伊就是念，伊叫做念力。这念力真正强，伊若是坐坐伫巴声，伊本来看的目睭，伊本看 rising falling， 伊听台巴徛伫巴 station， 伊本吟下咧，and then 个 rising falling，
啊，这念力有啦，去登录无正叫伊放西本落去讲 rising falling 啊，按了，激了，不了伊知，当中伊知，因阿都伊无 waste time 了， and then 伊这个就是叫做伊念力真正强了，了落来定力3万里。伊若是坐线啦，伊看目睭啦，伊看 rising falling 真正明了。这个 and then 伊十项直无 ，and then 结尾来第5项，伊就是叫做智慧，伊智慧点爱铺，伊看到无常可无我，无常可无我。去在这个5力，伊拍到几项？伊拍到贪。第2项伊拍到分大筋，第3项伊拍到咱的这个心。像个蠓鸡伫跳来跳去，第4项伊拍到这个杂项点要入来，第5项伊做咱的mind直关无黑暗。落来这个5个力了后，佫有7个宝，这个7个宝就叫做三宝掌噶，这个就是7个菩提分，7个菩提分伊叫做无掌噶。这个无讲噶，这不地分，那是人直骨力点坐线，伊爱铺起这个7项，铺起这个7项9日，伊要看到立团了。所以这个叫做7无讲噶，这个当人话讲7个菩提分。你知无啊？鸟，伊要伊要来生囝的时，伊安怎做？伊偷生卵。所以一只鸟来出世的时啊，伊出伫马的腹肚是有壳，都袂使讲伊出世过。这个是头一季伊出世，伊出来伫马的腹肚，伫壳伫包掉。and then 佫就天台点声，伊马点哭了伊热，了伊出来伫壳。第2斗会出世，3斗会出世，第3斗会出世，伊出来壳。伊无通四山飞去过，因为虾米事？伊细食无，袂晓去找食无，虱无个，毛无个，所以伊就大点伫关伫咧招受，食到尾来伊生虱，生毛才生虱，了马路伊才会飞去。这个就是讲啊，一个人平常时咱的人是好这贪嗔痴8条嘿。今日咱也要来出世，要来入到讲这个做罗汉节的人，有贪到罗汉节的人，咱本要来出世，本上到来教呢。头一项，咱今日病要来做好，上到咧内出来的咧教，腹肚出来，咱佫就天台直训练，直热，咱本就要热，老热做这个对这个佛的家事。咱9点声，噗，照囝出来。咱讲咱出世做照囝，咱出来就是讲咱坐贤会晓知了，赛路也是穆斯林人教，咱伫对路，甲了着路了，佫突死直对行，到尾咱生毛咱会飞了，会飞了是阿莫话讲 ，I'm as happy as the bird, free as the bird， 要去到路我飞去了。这是叫做脱离这个苦，所以今日你看人就是安尼，达人也袂坐仙啊，伊个心啊实在是猛鸡麦，跳来跳去，and then 你看，若是讲伊直坐落去，伊个粗的牛齿无明白的物件，慢直无，阿咪叫做粗的物件无，伊渐讲我。and then 伊若是直坐，伊个关这个5蕴，这5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伊渐关的香菇，渐关的感觉，渐关的思想，渐关的虾米想甲虾米，伊直关叫做佛法，或是这法，伊直关安尼样，伊的这个牛齿直无，因伊看到正无我，正是一个心。甲一个上句，切话是讲一个名甲一个色，安怎伊看到？伊看到碰起是一项，再讲的碰起是一项，落的时是一项，再讲的落的时一项，咱碰起就是物质碰起，
哦，会使讲佛道是旁起，佛道是上句，上句是一项。在讲的起是心在，不是佛道在，心在。你慢慢伊会看到 mind and matter， 心甲物质，心甲物质。伫这边就是讲伊初初的这个五件，直直无了，直直无。甲伊会看到第二项啊咩啊？有了这个牙带，把入心来，心来啥物？牙带、爱白，把入这个爱白，手把入只叮当，伊看到。有了这个安尼款的心，也是思想，有了安尼款的思想来，把入物质才叮当。伊看到 conditionality 情形，有了这个牙带，了有了这个心爱白，手把入才叮当才白。无一个善的人讲啊，我啦上古较咩啦？你看啊，那是你看这边只牙带得。哎呀，我都无，我这受戒的人，安怎我手安尼咩？我思想较慢，实在无影，实在是思想头先，了才物质才来。所以这个就是讲，伊地位直直去，直直明，直直位直直明。结尾啊，伊看到正100%无你无我，and 后来就是谈到立团，and 伊谈到立团了，有虾米通好？伊个五戒未破，毋通讲伊在即关的时伊未破，因为伊伫困的点声，伊未去梦着讲我牙叉拍死一只蛇，未了。迄条是在的人的点声，你可以5000块，我互你5000，迄一只蛇你甲我拍，伊无甲你拍了。所以即个就是阿摩话，不道有讲一条经 ，miracle of the mind， 即个心通来伊做咧 mind。未做恶了，所以这个就是说他拿这个七的这个叫菩提分，头一项是正这念，伊这叫念的菩提分，念的菩提分是啥物啊？你看这个四念处，头是萨提巴塔那一点点观这个四项，观上句，观感觉，观这个心，了观甲这个法。and 伊若是直直坐落去，这个四念处 mindfulness，fourfold application of mindfulness， 伊直直想，然伊叫做五见，伊叫做念见。你看头是四念处，尾来结尾伊变做念见，伊个直直坐落去，伊变念力。你看伊一项一项，上个头是内了变处。除了变标靶，标靶你知无？你出一粒大粒的，像个一个光嘛呢？标靶了要出是做梦。所以你看这边本是上这个正念哦 mindfulness， 头是四念处，然如果直直对，一边伊叫念见；如果直直对，一边念力；如果直直对，伊正念，不正对正念。所以这边你看 ，stage by stage， 伊入，到你谈到隆重的 stage 了，你是跳出苦海的人。所以这个菩提分，我听人讲头一项是叫做念的菩提分，第二项Dhamma Vicaya，伊渐渐要观这个五蕴，渐渐要看这个五蕴是啥物啊？这个上句伊要看，这个感觉伊要看，这个思想，这想渐渐入来伊要看，伊渐渐看了直直观，伊入一个刹那，第二个刹那，第三个刹那，第四个刹那，刹那是地位，一吸一去了结尾啦，伊像大妈讲，到尾到个第16个刹那，特别係最呢這個12個刹那啦。13、14、15、16，伊做一下来，咱都看到，虾米是正立团。你要看到了，你要讲个人听，讲袂出，因为讲的话是观念，正实的物件未讲话出来，这个就是正实，咱叫Paramata Satya，是正实在的物件。所以这个就是伊真正在渐渐。观这个物件，这第二，这个一吸甲一吸，第三是
清净的菩提分，清净少个骨力。你看这骨力头，先你 start 是什么？死的清净。and then 如果滴骨力，伊会变做真的如意足。嗰滴骨力，你滴训练，伊变真的坚。嗰少个滴拼，滴骨力，滴精神，滴骨力，真的力。and 嗰吐死个拼，伊变正清净，不正道的正清净。你要跳出苦海嗰一个行。and 第四行的菩提分就是叫做喜菩提分。你这个喜啊，人若是骨力，听少伊教这个所在，你看唔使讲教嗰个所在，你看真正济人济善济了啊，也是有个人无济善，伊本念经，真正久3点钟一念经，本是照款的济善。你看小看物件，有时听经伊流目油，有时若听经伊感动着伊毛鬼唱。这个是必地来，这个是乐来，是喜来。去在你叫一个无济善的人听经啊，你毛鬼会唱袂袂，你目油会流袂，妈那乱笑啊！甲你听经，甲你会记流目油会袂。但比这个唔是你的事家，伊家己来。有时你看有个人啊，伊听经啊，听上济伊流目油，伊就是伊心软了。伊的这个叫做喜的菩提分，加减有淡薄了，对伫倒落来，对伫观想啊呐。咱个第5项八萨利三无章噶，这八萨利三无章噶，咱唐人话讲清安的菩提分，清安什么呀？伊心恬 ，tranquil 无杂想来，你看伊坐到3点钟。有当时无坐先，你坐伫一个位，安怎你会渐走去？我看你坐到摊仔日头，安怎你会无走去无起来？你讲唔知咧，我坐了先垃圾清一过啦，袂烦恼。你人无坐先的人，你人坐点伫房间看，你想讲你坐点房间啊？3点钟互你坐，我锁起来大房间，上到这关靠古经了呢。万一要偷看窗啊，万一要偷听外边人讲啥物话。Monkey mind, rest mind， 看下这个你看 ，calm tranquil， 恬。你讲伊困，伊无困；你讲伊坐闲，伊无坐闲。你讲清一过啦，做人安尼，我有食都够了，我有穿，我有食有穿，我有一个房间通住够了。那我看下身体健康无病，伊真正清 ，no problem。但人若是安尼，是真正好咯。拄着话无去想讲啊，你骂我安尼，我就要骂你安尼无。这个你骂我，听啦，好想啊，搞啲味安尼，你说到底你骂我虾米？我唔知哦。是鬼话啲骂你唔知咩？我也唔知啊，唔知上清哦，提起知就是苦。所以这个物件一般是顶讲上清哦。所以这个就是唔是顶讲啊，这个是正一教这巴萨利。Calm, tranquil mind and body. 心pun calm, mind pun calm, body pun calm. And then 伊若是去安尼了，佫直拼坐，伊会看到这个定的菩提分，定的菩提分下面，伊逐个看目睭呐，伊有三马里集中。And 你看这个三马里啊，头就是定根了，佫尾来一边定力。定力了尾来正定到正定 means 伊不正道有了，伊就要跳出苦海的人本。所以嗰第7项，这个菩提分是嗰第7项就是啥物啊？舍的菩提分，这个舍的菩提分啊，人若是直渐地对这个佛的假声。如安怎讲啦？到外面有啥物好生理啊、大谈啊，你来，啥物生理来？我听人讲，安尼好谈咩？有啦，你爱公司无啊？咱来去走会团、上地啊、动工啊，安尼生理啊，有政府有啊，无啦是走势，走势我买下，无好的物件伊下的个。好的生理啊，应该会谈啊，会谈。政府有掠无？无掠。这有发着老无？我参。
所以你袂使讲啊，安尼款的人啊，有八假的人啊，是邪的菩提分啊，伊无dynamic，伊无讲啊，无想要去贪钱，伊有想贪钱，但比伊爱的钱、清气的钱、无冒险的钱，无讲做落心肝噗噗啪啪噗噗啪啪声，跋叫你 share office 啊，你看开鋪咗，你看 share， 哎呦死啊啦！看我買 share， 哎呦死！咁伊買跋叫的買了，伊愛的，了是真清氣的。所以七個菩提分，人若是講咧，攞來個交到七個菩提分交了後，你人個直直坐，這個 last 這個八項會好是蝦米？不正道分啦，不正道分啊，就是講啊，你上個入考 university 去了，伊 final 考了，你 knowledge 夠了，你入去了 ，paper 來你看你寫呢。唔看咧，你直直寫，唔使講激心講袂曉，逐項你寫。and then 你聽開點聲，一個八項 result 來嘅時啊 ，first class honors degree 你談了。所以這個八項就是講啊，所以講，到這個阿未講這個八項嘅時，伊講，巴拉啊，你講這個大海有了這個特別嘅這禽獸上，正過我有講迄大湖啦、嶺啦，蝦米啊，有迄水百幾條嘅長啦。我這邊嘅佛法本是有了這個八個大嘅物件，這個八大物件就是叫做八正道分，and 頭一個就是講正見。我嘅人若是對正識了，謝善布施受戒，謝善教育識了，這個菩提分解了有了 ，and 伊入叫做正見了。伊知了，伊會信啊！你安怎去講，袂叮當了。上個一個人，伊無搞這個勘站，伊真正咧，讀經真正搞。特別伊若是講去新加坡去食頭路，然後伊個主司去看到一個新加坡查某高日水，and then 伊自家人自家讀個三擺頭殼出分 ，and 這個查某若是敢甲伊講，你若是要教的，我你入 Christian 啦。伊教甲這個勘站 ，keep your Christianity。你愛我，你來入 Buddhist。我要入 Christian 我無 ，unshakable。這個就是講啊，正見相信對對，相信啥物對對。伊知講來出世是來打 call，and 這個 call 對得到來，伊知了。and 一消滅這個 call 伊本知對這個不正道，我定就消滅這個 call。and 安怎對伊知，所以伊相信這個四項 call 接滅道，明伊知，這個是叫做正念，啊，這正見。第二項伊看到啥物啊？攏總是原因結果。今日你看伊若是啲衰嘅點聲，哎呀，我看。我今日出去，我摩托車互人浪，哎呀，我就了賺500塊。未曉嘅人講衰呢，就是啦。這個我知好一塊啦，好一塊衰嘅人，我知伊了，就 accident。我若無知伊未趁着，嗰個人是亂。但我這個人伊無，這個人來教甲這個勘站啊，伊無死亂人了。伊若是衰，伊無死亂講，我教因這個查某破嘅，但係我失敗，唔是。伊知講，甲了是原因結果。今日我看車出人浪我，因為正視我有做啥物唔對。今日我破財，所以相信啥物冇得講。Sabe sata kama saka, kama dayada, kama yoni, kama bandu, kama patisarana。伊知講攏總人擇因果來，好甲歹要來成事，咁了是對正視嘅減。第二項，今日我要貪錢，我說是本，咁了是因果。and then 因果結尾是拖我去大陸，拖我去天頂，拖我落地獄，是因果。因果互我去出世大陸，拖來拖去，都袂要緊。因果會是我鬥骹手的人，逐人袂鬥骹手，因果會鬥骹手。今日我若是啲衰，安怎做？有時人上失敗，你要安怎做？拜天，逐人袂曉人啊，拜啦天公道，天公一幫我看苦啦。
你若是导航好我成立个好多对呢，明年我好你拿只小度啦，天公哎，啊，所以这个伊是无相信因果，伊啲係玩拖啦，天公，天公跟只小度咩？啊呀，佢仔咧攞只小度派命，那是天公跟只天公，我就打罪。講好啦，我好你啦，佢仔我那是做天公，我就買路，我睇你攞只小度，你拖我買好路，我好路你就睇死我命。所以你看這物件，人無明白，伊無相信因果，伊敢做。做這叫做頭一個八正道是叫做正見，第四個正數。正數係咩啊？逐個聲要對對，逐人聲無對的咯。按怎啊叫做聲對對？逐個啊對這個世間的物件，常常講我愛我愛我愛，那是會曉會記這句話。愛哈咪，直橋夠只夠清夠大夠身體健康夠就好了。我要愛哈咪，我要愛咧，一講你要練夠哦，冇夠咧；兩講夠哦，冇夠咧；十講夠哦，冇夠咧。伊安尼後啲愛 ，and then 伊袂曉 let go， 袂曉放。and 這個愈濟機會愈慘，安怎會愈慘？愈濟賊愈高，政府本要 tax 你 ，and then 人要拍槍 ，and then 會，你 and 你機會，你連你蝦米，你就要去 bank safety box。你聽講 bank 個人啲陣陣啲摕錢出來啊！哎呦，我無夠管啊！我老公你唔連啊，本就要摕，你摕出來半路人拍槍你，哦，真是慘你看。無摕行命道，摕你半路俾人拍槍，半路無人拍槍，燒啲厝，他哋火燒厝無去，他哋插入無去，他哋話江邊最強嘅我厝島也是無去，他哋無得我破病死去，他哋話驚佢要食白粉，唔知他哋唔連咧，就站喺度看，袂使。所以你看真正苦，這個物件，所以頭一項證書會曉let go。哎呀，病多問多啦，較穩過厝啊，放點點，人去笑你唔使笑，這個頭一個思想笑着着，第二個思想 thoughts of goodwill， 點點愛人好，笑啊女哇，冇必要你好好啦，冇必要，這個是自卑，你看，蝦米事要你看這些是要掛咩？掛這個我，所以你要安怎掛這我，你見笑啊？我愛你好，我愛你平安，我愛你人無坎坷，我愛你人唔通去聖地，這個就是點點笑，互人愛人好。and 這個就是講啊，愛自卑，人若是自卑，聖地未去。像今日我家啲大啲這個阿仁哥嘅厝講這條經，聖地起來最大咯，因為無燒走了，那是燒有嘅時。聖地未去，你看到人愛情嘅點聲，有去聖地無？你 girlfriend 叫佢講8點來啦，你8點半來，8點半來，你看伊講，安怎你講8點來，我聽他半點鐘，哎呀 sorry 啦 ，please 啦 ，OK 啦，係咪是 OK 啦？呢啲笑嘅事，頭家啲出亂嘅事，未去聖地，聖地嘛咯死鬼啊！你看我聽台上古劇多啲，這邊半點鐘啊！衰呢 ？sorry 啦，係咪衰？係咪 sorry？自己咁都 sorry。聖地無笑，笑嘅點聲你看，你啲笑咧罵點聲，阿媽教你係咪物件？媽媽 ，OK， 阿公，佢要疼我啊 ，OK， 媽。那是無笑嘅點聲，喏，衰呢，自己咁教我一人啊，衰呢，安尼這下點咪教我一人啊，喏，衰。所以係咪說啊？笑嘅心無聖地入，那是笑嘅心有聖地要入未入，所以這邊第二個思想愛笑，愛自卑。第三 non-injury 唔通傷，唔通惡毒，人惡毒啲得落來，人惡毒因為伊無去善心。你看惡毒無惡毒，那是講一隻雞入來這邊，死鬼雞咯，現在入來，也插砰掂可以卡住。
还是掠着你家压的是啉出汤啊，死鬼！啥物事你做安尼？恶毒，